今集有泰國小丸同大家去全新開幕、充滿多媒體同埋光影嘅沉浸式虛擬世界。非洲王子同蘇怡就會分享非洲人嘅飲食習慣，仲有同香港人旅遊時候嘅飲食文化有咩分別呢？最後，辛德利利去到印度嘅第3站，去阿格拉欣賞世界遺產嘅名勝泰姬陵，仲會同大家講下入去參觀時候要留意嘅事項。50米高空懸浮晚餐究竟係咩感覺呢？今集 CK 再同大家一齊去澳門試下最熱門嘅話題之旅 Dinner in the Sky， 一試究竟。另外 Angel 今次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南極遊唔單止淨係睇企鵝嘅，仲有好多有趣嘅觀光故事同大家分享。最後就有星星帶團1連2集同大家一齊去深圳。今集先去梧桐山坑背村，體驗一下山野之間素食文化嘅深度之旅。